人間爭種公道，但惡霸個個都皆無道。是我期待人沒受報，天堂追討，活得不好，亦賭不到，誰與壞人們鬥時才入套。而我點解跟你賭晚戰難道有用？點解根本輸他的人誰無懼打風行雷和行路會滑倒？全個世界都有地板，別不小心望少一眼，逆水印灘分辨到中間為開的總會有晚踏中，落地上誰但終須會來，時辰未到的總有一位，要好人們明白到好人們無力撐到有業力如大手在暗中的他。大病又有地嗎？如果愛下一代，報應空中只得你愛。熱是幸運來一雷劈，像條天花。什麼的種，什麼的花，始終依背後你能攔路嗎？天風會走的報應從未作罷，不要講我知道黑紅白人類基本定律。原來是個謊話，全個世界都有地位，不小心望少一眼，若水印灘分辨到中間為開的總會有晚踏中，落地像誰但終須會買，時辰未到的總有一位，要好人們明白到好人們無力撐天理亦沒法推翻，這裏真理那太肉太遠太空，萬事萬物送我做膽小太不的才讓撒旦來臨，還難用愛護。為開的總會有晚踏中，落地像誰？